男子嘅5000米決賽分別有3位嘅運動員。冇錯啊，咁啊包括有咧我哋中國香港咧屈臣氏田徑會嘅梁德陽啦，亦都有嚟自韓國嘅吳俊石啦，同埋亦都有飛達田徑會嘅余嘉睿。咁喺呢場男子公開組5000米嘅決賽當中，一共係有3位嘅運動員參賽啊。咁啊，見到運動員咧都勾上咗號碼布啦。咁啊，2號號碼布咧就係嚟自韓國嘅吳俊石。咁佢今季嘅 SB 時間呢係15分09秒90。咁啊，掛住1號號碼布嘅咧就係屈臣氏田徑會嘅梁德陽。咁佢今季 SB 時間係15分03秒86。而掛住3號號碼布嘅運動員就係嚟自飛達田徑會嘅余嘉睿。咁佢今季嘅 SB 時間係15分22秒84。好型啊！其實我覺得咧，而家香港嘅比賽咧越嚟越多比賽有拱門嘅出現，因為以前即係我哋比賽咧，其實好少會有得喺拱門嗰度出賽啦，即係冇呢一個出場嘅位置，儀式係啦係啦。所以而家啲運動員咧可以諗定，咦出場嗰時做啲咩動作咧？有啲咩招牌動作，定係點樣嘅笑容咧？係咪因為鏡頭望住你啦？係咁我亦都可以繼續預告下啦。咁就頭先我哋講話有8點半有女子嘅鐵餅之外咧，接住落嚟競項嘅賽事咧，繼續係有女子同埋男子嘅200米初賽啦，然後就有女子嘅1500米同埋男子嘅1500米決賽啊。咁而田項方面呢，9點半呢就會有女子嘅跳遠決賽，同埋10點呢有男子嘅鐵餅決賽。咁而家咧，我哋鏡頭就見到女子鐵餅嘅運動員。而家咧即將為大家介紹女子鐵餅嘅運動員啦。第一位運動員嚟自屈臣氏田徑會嘅朱慧玲，亦都係代表屈臣氏田徑會嘅呂柏儀。公民體育會有限公司嘅龍善玲，屈臣氏田徑會嘅陳英儀，亦都係屈臣氏田徑會嘅黃海瑤。黃卓南代表屈臣氏田徑會。吳嘉莉張振興書院田徑會。盧詠琳南華體育會。中國香港我哋嘅代表傅海瑤。咁亦都係隨住運動員嘅介紹完咗之後呢，女子嘅鐵餅決賽呢即將就會開始噶啦。咁我哋除咗朝頭早嘅項目之外呢，我哋9點35分開始呢，其實陸陸續續都會有唔同嘅 prize pre 啦，頒獎典禮係會舉行噶。咁我哋今日咧上晝嘅賽事咧就由8點半開始啦，到10點鐘，而下晝嘅賽事咧將會喺4點鐘開始噶。咁啊，而家即將咧就會舉行今日上晝第一個競項嘅賽事，男子公開組5000米決賽。咁一共有3位嘅運動員參賽。5000米嘅賽事呢，就代表住要圍繞400米嘅圈呢12.5個 lap 啦。咁亦都見到即係運動員身後呢，其實有張台面呢，就咩意思呢？就係有水站啦，因為5000米或者以上嘅比賽呢，都會設有水站。咁但係其實今日應該唔會太熱嘅，咁所以運動員有機會呢，係可能即係想慳啲時間就唔去飲水嘅。冇錯啊 Tiffany 講得好啱啊，因為其實即係5000米呢個距離呢，即係對於佢哋一啲係練開閘啦，亦都係高水平嘅運動員呢，都未必會去飲水，因為其實今日嘅天氣呢，我哋見到都係陰天啦，冇乜太陽啦，唔會話好熱。咁所以運動員呢都唔會話真係去飲水，可能都係因為平時可能天氣熱咧，佢哋攞水咧都未必係飲嘅，可能係淋落個頭度啦，降下溫。好，男子5000米決賽呢，亦都係順利開跑咗㗎。咁暫時嚟講呢，3位嘅運動員都係並肩作戰啦，算係。係。
因為始終12.5個圈好似好長，但其實咧眨下眼就過㗎啦。亦都係即係可能佢哋會頭幾個圈咧，都係即係睇住大家嘅步速先啦，即係唔會拉開一太大嘅距離啦。見到佢哋而家暫時都係好保守嘅，即係大家嘅位置都係貼近啦，一齊跑。咁啊，領先緊帶頭嘅呢就係梁德陽，第二位呢就係余嘉睿，而第三呢就係嚟自韓國嘅吳俊碩。咁我哋睇翻佢哋 SB 嘅時間呢，梁德陽同吳俊碩呢個能力呢係比較接近㗎。咁佢哋而家就快啱啱跑完一個圈。睇下佢哋開圈先啦，覺得佢哋開圈大概係1分14秒。因為始終咧就而家個天氣算係比較理想啦，對於佢哋嚟講又唔使淋雨啦，又唔會太熱啊、太曬咁樣啦，咁所以體力消耗嘅話，應該都唔會話太大嘅。咁喺一啲中長跑嘅運動嚟講啦，即係我諗運動員係寧願可能你熟悉啲啊，寧願係咪？落雨都唔好曬咯，真係，即係寧願係個天氣涼啲、凍啲，都會係好過好熱咯。因為天氣太熱嘅話，係都影響個發揮啦，個體能消耗好大啦。咁啊，見到韓國嘅選手阿吳俊碩咧喺呢個直路度咧追翻上嚟，攝咗喺第2位嘅位置啦。因為始終你頭先一開始都問我啦，即係長跑又好啦，或者我哋跳高嘅項目咧，其實都即係天氣嘅影響非常之大啦。尤其是即係落雨又好，或者好大太陽啦，其實兩邊都咁 extreme 咧，都唔係一件好事啊。因為即係好似琴日即係落雨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可能地下會有少少跣啊，或者係積水咁樣啦。即係你講話個 track 啊，因為其實咧將軍澳運動場就可能大家唔係好知道啦，因為我哋過去依幾年可能1-2年度咧，都係大部分時間喺灣仔運動場啦，同埋啟德嘅青年運動場咁樣去舉行啦。因為將軍澳運動場就即係翻新咗啦。咁其實咧個地係好跑嘅而家。哦，即係而家成個泰坦地係重新翻。係啦，所以琴日跑上去咧，其實係幾快，同佢硬身少少咁。但係因為始終琴日落雨咧，比較上難啲去控制啦。咁其實都好難去講話，即係我哋作準到好唔好咁樣，或者點樣啦。咁但係因為始終你落雨嘅話，一定係對於運動員有一個影響，即係你會唔會覺得會跣啦，或者你即係心理上面會有少少影響。咁但係我又覺得。我都寧願落雨好過好大太陽，因為太大太陽咧，其實即係可能對於我哋要喺一個運動場上面，喺場地上面要等咁耐嘅運動員嚟講，其實都好攰嘅，即係好似曬住啊或者焗住嘅嗰個感覺都唔係太良好咁樣，咁所以寧願好似琴日咁樣咧，涼涼地好似仲好咁樣咯。因為其實琴日都留意到呢一啲田賽嘅項目，無論係你跳高啦定係跳遠呢，見到即係落大雨呢對個運動員影響都幾大。我見到好多運動員可能係嗰個步點又要再調整啦，跟住甚至乎可能係佢哋起跳呢嗰一下呢，好似冇咁有信心啊！即係做個動作見到呢係做唔到咯。有好多時，尤其是喺跳遠嘅情況都有出現。跟住跳高我都記得喺跳高裏邊啦，咁有位選手係嚟自哈薩克斯坦啦。咁我記得佢嘅 PB。其實係2米嘅，咁但係我見佢琴日咧，我唔知係咪因為落雨咧，對佢嚟講都有啲影響。我見佢有一個高度咧，係大概應該係去到1.8米左右嘅時候啦。咁佢有一個嘅起跳咧，佢係直頭起唔到跳咯，係個人就好似直衝咗埋去支跳高桿度。咁我諗係咪因為真係落雨對於佢嚟講都有啲影響咧？因為哈薩克嘅嗰位朋友咧，其實係我第一次出去俾一個最大型嘅賽事啦，就係我亞青嘅時候認識佢嘅。咁其實佢嗰時已經好勁啦，係啦。咁但係因為始終我覺得就係一啲天氣嘅影響咧，係好考運動員佢哋本身嘅能力又好啦，或者佢哋經驗都係要去慢慢去即係累積上嚟嘅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喺香港即係有時會有遇到呢啲嘅 situation 咧，即係其實對於我哋
出國比賽啦，或者去唔同地方比賽嘅時候咧，其實都非常之有利嘅，因為即係可能未必好多人都會覺得哇無端端會落大雨咁樣。唔係因為咧，可能香港運動員慣咗，因為香港嘅天氣就成日都係會落雨啦，係跟住一係就好曬啦、好熱啦、好焗啦，即係都相對唔係話一個好好嘅天氣環境嘅條件。咁但係因為我有去過哈薩克嘅，哈薩克其實係一個好乾燥嘅一個中亞嘅地方啦，咁嗰邊咧我相信咧唔會成日落雨嘅啫。我琴日都有問過係啦，佢，我相信佢嗰邊咧，因為我去過咧係真係好乾燥，就算咧出太陽咧，你都唔會出汗，你會覺得喺太陽底下係好舒服嘅。佢係嗰一種嘅乾燥天氣咯。因為佢同我講，我就問佢啊，即係哈薩克會唔會落好大雨啊咁樣，跟住佢話其實唔會，即係香港好少㗎，佢佢哋嗰度應該真係好少。係啦，佢嘅熱度係即係 around 40幾度係可以係咁樣，但係佢話完全唔覺得好熱咁樣，即係會覺得係舒服，因為佢哋係乾爽嘅。係啦，所以我就諗緊，其實琴日嗰場大雨應該都有啲嚇親佢。係啊，佢同我講話 I'm shocked，因為佢基本上就係佢遲我少少過嚟運動場嘅，然後咧佢就話哇，我一出到去哇搞乜嘢啊咁樣，佢心諗其實比賽係咪仲可以繼續啊？係咪？咁但係都好嘅，即係因為都大會有同我哋講話，即係可能會延遲1個鐘，咁大家都有少少心理準備。哦，大概幾時先再熱身咧？因為始終可能運動員熱身又好啦，即係我哋唔同嘅田項又好啦，同埋即係競項嘅跑啊嗰啲，其實佢哋熱身嘅方法都好唔同。即係例如我哋跳高嘅話，可能我自己嘅一個習慣就係大概1個鐘前。我就慢慢開始 foam roll 啊，跟住之後去比賽啊，咁樣即係準備做一啲 drills。我諗可能長跑咧，例如5000米嗰啲又好唔同，即係可能佢真係會做一啲慢跑長途少少嘅，等自己嘅 heart rate 可能慢慢 build up 咁樣，然後再跑一啲即係可能速度啊，同埋一啲嘅唔同 intensity 嘅一啲長度啦，即係距離咁樣去 build up 翻自己嗰個心肺啦，咁所以可能即係我自己又冇試過跑一個好長途嘅距離嘅，咁所以我唔係好清楚佢哋真係練習嘅時候係點，但係我知道佢哋即係可能平時跑開馬拉松啦，或者中長途嘅運動員咧，其實佢哋成日都要做一啲好儲里數嘅訓練，係咪？佢哋係要成日儲里數嘅，因為始終一個即係中長距離以上嘅運動員，嗰個心肺能力嘅要求要好高啦。咁所以要做好多嘅所謂儲里數，就係打返呢個基礎耐力個底咯。咁啊，加上咧，你啱啱都提到一樣嘢，就係唔同項目嘅運動員熱身嘅時間都唔同啦。咁我諗其實喺對於即係長跑嘅運動咧，其實你會見到好多運動員佢哋都會花好多時間去 warm up 嘅，即係去 jogging 嘅。咁啱啱咧，而家5000米嘅呢場比賽咧就剩餘7個圈，咁啊領先緊嘅咧就係嚟自屈臣氏田徑會嘅梁德陽，咁啊緊隨其後咧就係嚟自韓國嘅吳俊碩，而排第3位嘅咧就係飛達田徑會嘅余嘉睿。咁啊其實見到咧比賽咗已經係一路由開跑到而家啦，佢哋3位咧其實係冇分開過嘅，距離咧都一路都係咁接近嘅，只係個位置上咧第2、3位有調過位置啦。咁啊講起咧韓國呢位選手吳俊碩咧，其實亦都係而家韓國田徑界中長跑嘅新星啦。咁啊佢嘅中長跑800米啦、1500米啦，以及係5000米咧都有一個好強嘅實力。咁佢亦都曾經喺全國嘅賽事咧，係呢個全國春季中高嘅陸上競技大會係以3分59秒03咧係攞咗呢個1500米嘅金牌啊！咁亦都係連續3年咧喺呢個賽事咧衛冕㗎。因為其實有好多長途嘅運動員咧，即係除咗喺運動場上面跑5000米啦呢啲嘅距離之外咧，其實都會去到做即係跑馬拉松啦。咁其實即係講緊我哋而家暫時排名第1嘅運動員啦，嚟自屈臣氏田徑會嘅梁德陽咧，亦都喺2021年嘅馬拉松咧，渣打馬拉松咧係破過香港青年紀錄嘅，咁所以咧係好犀利啊！咁非常之過咗呢個犀半馬嘅青年紀錄，咁啊所以梁德陽呢個耐力咧就應該係會比吳俊碩好嘅。咁但係因為吳俊碩咧，咁啊呢個資料顯示咧，咁佢其實咧係中長跑，即係佢係800啦、1500啦嘅能力係好好嘅，咁所以咧佢有機會咧。去到最尾嘅係啦，時候我覺得佢有機會嘅，先爆佢一路跟住梁德陽啦。咁可能佢最後尾嘅衝刺能力係好強，因為我見到其實即係佢個教練啦，亦都有提到啦。咁佢係跟李基松教練啦，咁啊亦都有提到咧，佢咧
個戰術咧，或者佢最大嘅特色咧，就係強大嘅後勁同埋直道嘅衝刺能力啊！咁喺比賽當中咧，佢好習慣咧喺最後300米咧就會係加速啦，咁就會係加速咧，就會係去領先呢嗰個最主要嘅集團啊，放得佢哋。咁我睇下到底今日吳俊碩會唔會又係用翻呢一個嘅戰術啦？因為其實你睇翻佢哋兩個而家暫時嘅步距啦，同埋步速咧。其實梁德陽係比較辛苦少少，因為始終吳俊碩喺後面啦，可以一路慢慢跟住佢，擋緊風啊！係啦，喺度係啦，跟住之後梁德陽就不斷要望一望佢後面嘅嗰位。其實所以咧，即係長跑嘅運動員，即係戰術係非常之重要啦。即係你跟住後面嘅嗰位運動員咧，其實比較上有利啲嘅，因為佢始終唔需要即係可能自己要一個 pacing 或者點樣，即係反而係跟住前面，跟住睇一睇佢仲有冇力咧。咁樣去慢慢去再加咯。咁而家暫時嚟講呢，去到400米衝線嘅位置呢，就剩翻4個圈嘅距離。咁暫時嚟講呢，已經係第1、2位呢甩開咗第3位一段嘅距離噶啦。咁我見到啱啱梁德陽呢喺呢個彎位，佢都有稍稍望一望後邊啦，即係睇下韓國呢位選手吳俊碩同佢嘅距離係有幾近啦。不過其實見到佢哋真係好近啊！見到咧，我覺得其實吳俊碩有少少好似就住咧，特登要跟住佢後邊跑添個步，但感覺上好似輕鬆啲，唔知佢係咪真係即係可能去到後面先爆出嚟啦？最後300米啊，係啦，因為始終喺依個位嘅時候，梁德陽其實要不斷喺度望住後面嘅運動員，佢會唔會加速咧？無端端，因為都會有啲心理壓力嘅，因為佢係帶緊喺頭啦。咁啊，後邊嗰個其實跟得好貼，我相信其實連腳步聲或者呼吸聲都聽到嘅呢一個距離。咁啊，梁德陽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全面嘅一個中長跑同埋長跑運動員啦，即係佢喺3000米障礙賽啊、半馬啊同埋10公里咧，其實佢都有好好嘅成績㗎。好啦，而家去到最後3圈嘅距離，時間咧係12分19秒到。咁亦都係咧，除咗5000米嘅進行中咧，其實女子嘅鐵餅賽事咧，亦都喺運動場嘅右邊舉行緊嘅。暫時咧已經去到第2次嘅試紮。咁女子嘅鐵餅咧就有9位嘅運動員啦，總共係咁有機會咧就我哋見到現場咧落大雨喎。我啱啱只係耷低頭望一望個資料，我高翻頭突然間落大雨，我嚇親。我都係，因為我諗住睇緊鐵餅嘅賽事，然後我啱啱想講話鐵餅嘅話咧，佢而家有9位嘅運動員，其實即係可能佢要大概3集之後咧，就要轉一轉個名單咧，就係睇下頭8位邊8位咧係可以去到決賽。咁但係咧，啱啱見到咧韓國嘅真係好快，吳俊碩咧就過咗梁德陽啊嚇，咁仲要係超前得好多。係啊，突然間加速。咁啊，而家就唔係最後300米嚟嘅，咁啊，而家係剩翻最後2圈啦。因為咧，即係個天氣殺我哋一個措手不及啦，然後亦都喺我哋5000米嗰度都殺咗梁德陽一個措手不及，係啦。咁啊，見到佢係真係突然間發力加速。咁其實吳俊碩都係一個好聰明嘅運動員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頭先咧一路見佢咧跟住梁德陽後邊咧，我見到佢係明顯呢個步咧特登就住。其實佢應該唔係呢一個步幅同埋步速㗎。咁佢特登跟住梁德陽跟到咧，剩翻而家最後2圈，可能佢有信心啊，即係佢覺得剩翻最後2圈，佢有信心可以一路帶到尾。咁啊，加上唔知係咪落雨呢？我唔知佢係咪好擅長落雨嘅時候發揮得更好啦。咁係選擇咗喺呢一個位嘅時候加速啦，過咗梁德陽。因為而家其實都甩咗幾多㗎。係啊，因為我見佢一路就住咧，其實可能佢已經見到梁德陽差唔多啦個 pacing 係啦，咁佢都唔跟佢啦，因為始終佢知道可能佢嘅實力係可以再快啲，咁佢就即係自己帶開啦咁樣。因為其實講真，而家就已經去到差唔多最後1圈嘅距離啦，而落雨咧，其實可能咧令到佢會覺得橫掂都係啦，跑啦繼續咁樣。嗱，呢一個距離其實梁德陽要追咧都有啲難度嘅，因為佢加速緊啊。係啊，一嚟加速緊啦，同埋其實而家甩開咗大概都有50米啦。咁啊，鐘聲響起咧，進入最後一個比賽圈啦。而家暫時時間咧去到14分50秒。咁咧應該其實依個步速嘅話咧就
冇問題㗎啦，即係第一名翻嚟嘅話。咁但係都睇一睇佢時間，因為暫時嚟講，如果依個時間咧就唔會做到一個 PB 嘅位置啦。咁但係都其實唔緊要啦，因為始終我覺得有好多長途嘅運動員都係咧，每一次比賽係儲一儲距離咁樣。咁啊，見到領先緊嘅就係嚟自韓國嘅吳俊石啦。咁啊，緊隨其後嘅就係屈臣氏田徑會嘅梁德陽。咁啊，已經係剩翻最後200米啦，去到大概而家最後85米嘅位置。哇！始終佢都佢係800其實咧，米、佢真係最後咧咧個步幅咧跑得越嚟越大步，係比起佢頭先跟喺梁德陽後邊呢，而家個步幅係更加大，同埋速度係咁快，佢係真係加緊哇！速，佢衝到好似100米咁樣啦。係啊，真係冇講錯啊！佢真係呢一種咧衝刺型嘅運動員啊！好，睇一睇時間啦，15分57秒09，亦都係代表住韓國嘅吳俊石，亦都拎到今場嘅冠軍啦。而屈臣氏田徑會嘅梁德陽呢，亦都係即將會去到衝過終點線，係啦。咁啊，恭喜梁德陽呢，就第2名衝過終點。咁亦都係代表住男子嘅5000米決賽呢，亦都係順利完成啦。淋咗一場雨，好似沖完涼咁樣，我洗完頭，好突然啊！好爽啊剩翻最後2-3圈嘅時候，突然間落雨。咁啊，所以其實即係田徑嘅運動員呢，都幾刻苦啦，因為即係無論係平時嘅練習啦，定係比賽呢，都要適應呢一種日曬雨淋啦，咁同埋呢啲咁突然嘅天氣狀況。我諗喺香港嘅話就有好多時間可以好多機會啦，俾佢哋去適應係，絕對冇問題嘅。嘅朋友應該真係嚇親，但係我覺得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咯。應該冇乜機會係遇到比賽嘅時候落到咁大。係，佢琴日係咁同我講，佢就一個字形容咗成場賽事，係咁講好 amazing 嘅 opportunity。係啊，好得意，好可愛啊！係佢話真係好 amazing。佢話又涼啦，跟住之後又無端又即係有太陽啦，然後咧跟住之後又落雨啦。係我同佢講話，你完全經歷晒香港嘅4季咁樣，你一個 trip 可以經歷，你都唔係真係成日都有可以。Welcome to Hong Kong。香港嘅天氣就係咁樣嘅。我都係咁同佢講，搞笑，但係幾好啊！即係我覺得，我係咁同佢講話，即係一路落大雨話啊 ，The rain welcomes you to Hong Kong，係一個非常之好笑嘅一個景象，係啊。唔係你可以教到佢一句中文啊，係貴人出門招風雨，真係。咁但係我哋都係非常之開心，因為今場嘅賽事即係平時嘅Hong Kong Open Meet 咧，咁就係我哋本地嘅賽事啦。今次就有 Continental Tour 啦、Bronze Meet 嘅賽事啦，亦都係我哋香港第一場嘅 Bronze Meet 啦。咁所以琴日我都係好開心，即係可以喺香港你主場係啦啲朋友啦，係啦，亦都可以邀請到佢哋過嚟，都係非常之開心。因為嗰時就係我哋 Bronze Meet 其實係需要有唔同國家地區嘅運動員去參與賽事啦。咁所以我都有幫手即係問下啲朋友啊過嚟。咁所以即係喺我哋一個 hometown 嘅時候，見到唔同嘅朋友過嚟嘅時候，都係非常之開心，即係真係 welcome them to Hong Kong 咯。因為通常